當區區議員，我覺得地產霸權呢4個字咧係一個相對詞語，相對於無能政府，相對於弱勢政府。如果我哋冇一個無能政府，冇一個弱勢政府，邊度有可能有呢個地產霸權？1985年，香港政府推出呢個分區大綱圖，將啲塊地上有一個石油氣庫，佢嚟畫啦。究竟呢個係咩區？1985年嘅時候，佢畫咗係住宅甲類用途。有規劃嘅常識，有地理嘅常識都會知道點解石油氣庫會劃喺住宅甲類用途嘅咧？我問規劃處嘅官員：你點解會咁畫啊？佢話：當年1985年咧，我登咗憲報㗎啦，冇居民反對啊！我想問在座咁多位，有邊個睇過憲報啊？邊個知道憲報喺邊度買啊？政府官員將佢自己錯誤推搪喺話市民身上，一啲專業嘅常識推搪喺市民冇反對身上。呢塊地係住宅甲類用途，石油氣庫位於住宅甲類用途，天方夜譚啊！政府做錯唔糾正，於是俾發展商用咗。另一個例子就係點樣搞出無能政府咧？因為我哋一路喺度同政府傾，政府屋宇署嘅官員、地政處嘅官員都同我哋講，呢度地積比率咧差不多已用盡啦，呢度嘅發展潛力咧已經係差唔多完成啦。我哋嘅工作人員咧派緊一啲單張，就係當年1999年至2003年一啲政府官員、地政處嘅陳沛儀、屋宇署嘅阮同樂，都分別喺立法會會議同埋區議會會議當中表達出呢個訊息俾居民知道，美孚嘅地積比率已經差不多用盡。點解又可以起到樓咧？我追問佢點解又可以起到樓咧？嗰位陳沛儀咧，而家已經升到助理處長級啦。佢答我，當時喺會議當中表達嘅意見係個人意見，個人意見，同緊立法會議員開會嘅時候表達個人意見，同緊區議員開會嘅時候表達個人意見，我感覺到好失望。我問佢：究竟個人意見同政府意見係咪一樣咧？我相信係一樣。如果唔係，佢點解會升職升到助理處處長啊？換言之，政府咧同樣覺得呢度咧係所餘地積比率不高。呢個係2003年，輾轉去到2010年咧，就批出呢塊地20層樓高嘅樓宇出嚟。我覺得呢個政府越嚟越無能，越嚟越弱勢。舉出呢兩個例子，就係想同大家講，香港只有地產霸權嘅出現，由2010年呢個 term 一路出現到而家，純因為係乜嘢啊？無能政府、弱勢政府。如果我哋有一個強而有力嘅政府咧，一定冇地產霸權嘅。地產霸權，地產霸權，香港玩完，香港玩完，無能政府，無能政府，港人痛苦。